大家好啊，又係我屋村仔啦。呢條片咧會同大家講一講呢一單呢就今日先至發生嘅交通意外啊。交通意外暫時嚟計咧，好似有人已經被捕啦。但係咧唔係重點，重點咧會同大家講下究竟而家政府啊喺面對呢個交通嘅問題入邊咧係做緊啲乜嘢啊？所以唔好走開啦，同你有切身處地嘅關係啊。好啦，開始之前麻煩大家點讚、訂閱、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同埋記得撳埋隔離個鐘仔，咁就唔會錯過屋村仔每一條片啦。今日中午12點左右啦，有一輛私家車咧就經過去呢個九龍灣嘅林興街21號對開嘅時間咧就失控鏟上呢個行人路，撞傷咗多名途人喎。total 應該有9個人受傷啊。涉事嘅75歲私家車男司機咧就涉嫌呢個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到嚴重傷害嘅被捕㗎啦。9名嘅傷者咧包括7男2女啊。年齡介乎18至75歲之間。其中咧傷勢比較嚴重咧就係一個女乘客啦，被拋出車外嘅。應該係同呢個男司機咧係夫婦關係嘅。而其他受傷嘅咧都係路人啦，傷勢咧包括頭部啊、手腳啊、身體啊等等啦，基本上咧全部都係清醒嘅。有一名傷者因為咧呢個頸部曾經受傷啊，所以咧就由救護員咧帶住頸箍咧送院嘅。警察初步調查咧就顯示咧就話事件咧就應該係唔涉及任何刑事成分。呢個司機咧亦都通過咗呢個酒精測試啦，冇食藥啊，冇醉駕嘅。持有呢個有效嘅駕駛執照，身體咧嗰個精神啊等等都冇問題嘅。估計咧都係唔將呢個油門就當咗剎車仔咁一踩落去衝咗上行人路啦。好諷刺嘅係乜嘢咧？就話啦會由聽日開始即係3月17號啦，就全港性咁樣執法咧去捉呢個亂過馬路喎。睇翻即係警察部咁講啦，因為咧話上年致命嘅交通意外咧就引致死亡人數差唔多成100人有96人就死咗嘅。當中咧即係死亡嘅行人啦係52個咁就咧即係超過一半咧都係行人死亡啦。嗰個percentage 比喺24年咧係升咗24%嘅。所以咧由聽日開始去到本月嘅31號啦，大概半個月時間，2個星期就會展開一個叫量警同埋同行者嘅一個執法行動啦。主要重點係打擊司機不專注駕駛同埋行人違法過馬路嘅行為。有報道就指出啦，其實喺今日嘅晏晝咧，已經喺呢個葵芳葵仁路啦，同埋葵富路嘅交界咧，開始捉人亂過馬路噶啦。眼見嚟計咧，似乎真係喺呢個交警執法亦都有人咧係懷疑因為亂過馬路被檢控嘅。根據翻呢個道路交通規例咧，如果係唔依呢個交通規則過馬路現時嚟講係罰款2000蚊都唔係話唔肉赤啊。不過咧，大家咧都同大家科普下啦。其實呢個條例咧，屋村仔一早就知噶啦。根據翻道路交通管制規例咧，點樣先可以罰你2000蚊咧？就係你作為一個途人嘅道路使用者啦，喺以下嘅情況咧橫過馬路咧，咁就叫做違咗法噶啦，咁就可以罰你2000蚊嘅。第一個情況就係咩咧？身處喺呢個斑馬線控制區內啦，但係就唔依呢個斑馬線上面過馬路啊。其次咧就係身處喺交通燈控制嘅過路處前後15米嘅範圍內啊，但係又唔喺交通燈運作嘅區域內咧橫過馬路啊。仲有就係啦，如果你身處嘅地方咧前後15米咧係有行人天橋啦、行人隧道啦呢類型嘅橫過馬路嘅交通設施，但係你又唔用天橋、唔用隧道咧，直接橫過馬路仲有最後咧就話違反咗着住制服嘅警務人員啦，或者交通督導員啦、學校嘅交通安全隊隊員嘅指示嚟橫過馬路咧，喺以上呢4種情況咧，其實咧就係觸犯咗法例咧，警察有權罰你2000蚊噶。換句話說，即係大家自己諗啦。總之咧，屋村仔提醒大家過馬路咧最緊要係安全，盡量使用咧可以俾你安全橫過馬路嘅交通設施啦。尤其是如果前後15米有嘅時間，你一定要用如果唔係咧，有機會咧係俾人罰款2000大元嘅。好啦，以上嘅新聞咧就同大家分享咗啦。跟住落嚟講一講啦政府嘅部署係點？
嗱，咁啊近年嚟計咧，我哋特區政府咧都經常性好高調咁樣捉呢個違法過馬路啦咁可以話啦，即係對於道路使用者咁包括啲行人啦，同埋乘車者都絕不手軟嘅喎。咁之前咧又諗住即係立法嘛，咁一定要強制扣安全帶，咁兼夾咧就話唔扣安全帶要罰5000喎咁樣。嗱，喺嗰條片屋村仔都同大家分析過㗎啦，即係要減少交通意外咧，睇翻數據嚟計即係你搞到乘客冇意思㗎嘛。嗱咁政府又話啦上年死咗96人喎，咁好嚴重啦所以而家咧就要即係全力去打擊咧，咁呢個市民咧亂過馬路嘅情況咁睇翻喎，今次九龍灣呢單事件咁見到啦其實最危險嗰個就個司機即係無論咧你個途人係幾咁遵守呢個過馬路嘅守則都好啦，咁總會飛來橫禍噶嘛。只要個司機一個唔小心咧，一成間車鏟埋嚟噶啦，咁就算你用呢個安全島紅綠燈點都好啦，咁都會瀨嘢噶嘛。嗱，咁之前呢個罰款問題都同大家講過啦不小心駕駛咧最高罰款就5000一般嚟講罰1000至3000嘅啫，亂過馬路已經罰你2000噶啦。咁似乎喺政府眼中咧即係對於呢個途人同司機嚟講咧嗰份量好相等嘅喎。咁但係我哋有邏輯有常理都知啦一般呢啲交通意外最大問題梗喺個司機度啦，點會喺途人身上噶？打一個好簡單譬如如果你朝早落去公園晨運行幾步都總會見到有唔少人呢喺公園耍下太極跟住打下太極劍、太極刀舞刀弄劍有陣時打埋支棍落去揈下噶嘛咁唔通你叫行過路嗰陣小心啲我喺度打緊劍嘅，舞緊刀嘅，你行路行小心啲喂，我哋今日同佢講，喂，你喺度玩兵器，你要小心啲啦，係咪喂，揸住兵器嗰個要小心嘛，唔係喺隔離行路嗰個最大責任噶嘛所以咧如果你係持有控制緊一個咧機械又好，你話武器又好，控制緊一個東西係能夠傷害其他人嘅話咧，你一定要千萬小心如果真係發生不幸意外咧，我哋係唔應該將嗰個主要嘅責任咧放喺個受害者身上嘅喎。咁但係而家香港政府嘅做法咧，似乎咧就將嗰個矛頭嗰劑重藥咧就落咗喺啲途人乘客身上喎。大家係咪覺得好奇怪咁就真係唔知點解啦，唔知佢點諗咁之前屋村仔都話噶啦，唔通真係因為咧即係道路使用者入邊咧好多係途人，咁所以咧捉途人咧似乎收到嗰個罰款咧就可以大少少喎，可以多少少喎。當然入邊亦都可能牽涉到一個成本問題喎即係你捉一個途人亂過馬路好容易啫嘛，但係你要證實一個司機咧不小心駕駛咧又唔係咁容易咁所以咧亦都可能係因為咁嘅原因啦咁樣，所以大家又唔係好見到咧警方點樣大舉執法咧針對嗰啲不小心駕駛者嘅喎即係你話捉佢哋亂泊車又多。但係問題係，如果你出發點真係想降低呢個即係交通意外嘅傷亡率嘅話咧，其實你針對啲途人同乘客咧，似乎嗰個效用就唔係最高嘅。睇翻啦，過去有幾單好嚴重嘅交通意外即係死人嗰啲啦咁莫過於即係最近發生嗰間大埔的士炒落安全島上邊咁呢個都係唔關啲途人事嘅喎綠燈過馬路嗰班人係。要炒埋你就炒埋你嘅咯喎咁仲有即係上年暴風雨期間有一架的士又係啦，炒喺呢個銅鑼灣嘅富豪酒店咁又炒冧咗一件，咁嗰個又有冇亂過馬路所以一講出嚟，大家係唔係明白晒呢？咁其實咧有一啲地區國家咁即係都係呼籲大家咧要係小心過馬路，遵守呢個交通規則。咁但係咧就可能咧比香港個情況咧合情合理得多好坦白講句，如果喺深宵時間成條道路眼見都見唔到有車嘅，尤其是可能喺啲偏遠地區新界地區真係嘅，你喺個紅綠燈上邊轉10幾20次燈都唔會有架車經過嘅，咁。係咪又需要去依照紅綠燈過馬路呢？咁當然喺香港梗係要啦，係咪先？屋村仔呼籲大家奉公守法。咁但係有啲地區呢佢嗰個交通法律呢就有人性得多嘅喎。咁就係話呢即使喺嗰個行人嘅交通燈係紅燈唔應該俾你過馬路嘅時間，但係如果你個途人係望清楚啦，前後馬路上面真係冇其他汽車嘅話呢，其實亦都係可以過馬路嘅喎。咁不過呢對於呢個揸車嚟講呢，一般嚟講都係比較嚴嘅。咁就係話呢，就算無論個道路上有冇行人都好咧，咁車輛咧喺紅燈嘅情況底下咧，都必須要停低嘅。嗱，呢樣嘢人性化、合理化係咪啊？咁啱啱好切合咗屋村仔所講啦，就係話咧如果你真係操作住一件可以傷害到其他人嘅機器嘅話咧，你應該係即係遵守法律嗰個規管係更加嚴嘅。咁但係如果唔係，我係一個路人嚟嘅啫喎，咁係咪咧需要有一個酌情權咧？
咁啊，所以見到啦嚇，咁啊世界上咧真係有一啲地區咧唔少啊，都係咧比較文明、比較人性化嘅。咁其實咧，特區政府都可以考慮一下嘅，或者咧係劃定某一啲嘅地區啦嚇，某啲區域啦，咁啊都係可以讓個行人咧有多翻少少嘅自由。咁同埋咧最緊要係對自己嗰個自身安全咧負翻起個責任嘅啫。嗱咁當然啦嚇，之前安全帶嘅事情咧，大家都有討論過喎。究竟攬與唔攬呢個安全帶咧，或者依唔依呢個紅綠燈去過馬路咧，似乎係人生嘅自由選擇嚟嘅喎嚇。咁萬一真係出咗咩事咧，都係自己承擔個風險啫。咁不過咁講啊，屋邨仔就話啦，嗱話又不能夠這樣説啊。皆因如果你真係因為咁樣受咗傷嘅話咧，咁即係政府醫院都要去醫你噶嘛，急症室又多咗負擔噶喎。咁某程度上咧，對於即係個社會嘅醫療壓力咧，又加大咗嘅。咁所以呢個位屋邨仔有個建議俾翻我哋特區政府喎。真係嘅，如果唔遵守交通規則或者唔攬安全帶，如果受傷嘅話咧，咁咧就係可以咧就喺嗰個醫療費上邊咧就冇呢個即係永久居民嘅待遇啊，咁要去收翻個正價，咁避免咗咧即係佢哋呢啲咁嘅行為咧，令到個社會個醫療負擔加重咗嘛。咁但係你話喺個人生嘅自由選擇上邊咧佢係唔係要攬安全帶啊，或者過馬路嘅時間咧，其實就不宜咧即係監管得太過分嘅。即係否則嘅話咧，就會俾人招人話病啊！就話啦，即係呢啲咩法例咧，其實咧係要訓練個市民嘅服從性。即係你眼見明明喺條路前面㗎啦，左望右望喂，成幾公里都冇車嘅話，我都要停喺度咁係咪好反智啊？好弱智喎成件事。係啊，咁咧所以有啲人咧就話啦，呢一種嘅法例咧，其實係訓練一個人嘅服從性啊！即係話俾你聽，唔俾做你就係唔可以做，哪怕嗰樣嘢係絕對無理。你都要遵守，咁久而久之之後咧，可能咧之後咧更加過分嘅嘢咧，叫你做或者叫你唔好做咧，咁你都可能有個慣性嘅服從性嘅喎。呢樣嘢咧其實真係招人話病㗎，有啲海外 KOL 咧已經係講緊呢樣嘢㗎啦。咁所以咧，即係屋邨仔覺得香港政府咧真係嘅，應該要持續咁樣保障香港市民嘅人身自由，可以決定我哋自己去做乜或者唔做乜。咁但係當然相應地，你咪教育翻市民咯。你哋嘅每一個決定其實係有後果嘅，唔該你哋自己承擔翻個後果，咁樣就係體現到咧一個文明社會嘅進步啦。畢竟你唔好當香港人係民智未開先得㗎，我哋係喺一個發展中國家入邊嘅已發展地區嚟㗎嘛，我哋國際大都會，咁我哋人民嘅教育水平咧係高嘅。好啦，嗱，屋邨仔呢條片咧暫時嚟到呢度先，中意嘅朋友麻煩點讚、訂閱、分享俾你身邊嘅人，係咁多，下集見，拜拜。